話說最近呆咗一棟高樓，見到咁靚嘅風景，忍唔住想同大家分享。碌 IG 嗰陣，見到好多人話就快世界末日。唉，你話網絡而家嘅影響力幾大啊？搞到我睇返開嘅時候瞬間冇 feel 啊！唉，鬼叫我人人都嗌救命嘅時候，走過嚟睇風景咩？雖然冇 feel，但係呢度嘅風景又真係幾靚。嗱，你睇下錦江嗰邊幾靚啦，再埋玉女山啦，嗰邊嘅風景都唔差噶。你看這個雲，它又長又寬；你看那個雲，它又大又圓。講真，大堂邊有咁容易冧啊？西山嗰班蛋散慳翻啖氣算啦。不過話時話，你見唔見到嗰度有人拜緊後主？見唔到？zoom近啲先。嗱，見唔見到啊？死路一條啊！做人呢，就唔好學佢咁，咩都亂咁聽人講嘢。學下我，唱兩副吟，做個好似諸葛亮嘅人，日後有一番作為，咁咪唔會人人都嗌救命咯。